你看看，这打草机这个21伏特的，哦，21伏特这个还新的呢，比18650的还要新呢。那个一颗都比较大哦，比那18650的还要大。这有10颗呢，你看那个体积都比原先18650的大了一些，大了2-3公分长后来还是高啊。哦，你看电量有这么大啊，但是可以用比较久，但不是一次连续用半个小时，没有可能一次连续用个5分钟，也可能超过了哈。那可能是太热了就停了，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操作了，要等它那个休息了，等它不会太高温了再继续操作。刚刚是这样的，是不是这样设计的？还要再看看以后的经验呢。